有关这个金华城的弊案，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昨是再度来出庭，伊也是唔认罪，强调讲要为人生最后的荣誉来拼战。伊甲这个炮火对准着检察官，讲起诉前最后一届甲门口经，伊无签名，所以袂当当作证据。检察官是驳回讲有来注记着拒绝签名的理由，一切合法。另外，律师讲，沈庆京互20公斤重的铁链仔绑伫个门床顶，嘛互检察官来反驳，讲这2公斤半。双方是互相来辩论，讲甲真激动，一直到法官来介入，这个炮火才暂时来收煞。主席身体还好吗？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昨开庭，共款是坐轮椅登场，不过这届伊手提一沓正厚的文件，敢若是准备好势。有信心吗？沈庆京无认罪，佮讲前一天坚持出院要出庭，就是要为人生最后的公营拍拼炮火上准检方。指控上尾一届提醒沈庆京无伫咧笔录顶悬签名，袂当做证据。检方嘛证实，表示笔录顶悬有记录拒签的原因，所以合法嘛会当勘验精神公敌。不过沈庆京的律师就讲是检方坐届用刮胡记录表情，这是正主观的看法，要求检方抬掉所方拒绝。检方就忍袂调讲，这是咧乌白讲，是沈庆京讲身体状况歹，要记录互法官审判强制处分做参考。沈庆京就呛讲，你当时敢在场，乃讲我乌白讲。律师嘛加入证据，认为检方拍断当事人描述，一直到法官法庭才停战。只要讯问程序合法进行，笔录内容就有法律效力。而检察官如果有挂号备注，这也是检察官详实记录的权限，并没有不合法。至于法官是否审酌，则由法官自行来裁量。沈庆京这届提出健康有疑虑，申请拒保庭下拢互驳回。这届开庭，搁再用可录计。沈庆京的律师投讲，看伊介护大院用20公斤的铁链绑伫面床，认为真无人道，且法官就要发函互看守所信用解雇。检方就驳回法定解雇拢总2.5公斤，批评辩方是空嘴报纸。律师强调是家己亲手救起来的感受，法官就甲伊拍断讲，这毋是事实，袂当凊彩指控。检辩的攻防炮火正猛，就连法官嘛调称，提起律师讯问证人的时，就要认真注意。律师搁呛法官，这哪有要紧？检辩双方讨检光，激战当中，就看法官写人的话，听卡会入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